嗱，近日廣大附中嘅書記呢公開發言撐廣府文化。我們的校名簡稱廣府，廣府文化的廣府只是聲調上的差別。我們廣府人義不容辭的有推動和弘揚嶺南文化的這個責任。我哋大家都要多啲陪下屋企人行花街、飲早茶、聽粵曲。歐書記嘅講話好喺邊度呢？第一個啊，佢用廣府同廣府呢兩個詞嘅發音好似，等廣府嘅學生記住啊，自己都係有傳承廣府文化嘅責任嘅。跟住咧，佢哋就將傳承廣府文化咁抽象嘅話題，變成咗3個生活中嘅場景：行花街、飲早茶、聽粵曲。嗱，有句說話叫做唔行花街唔算過年啊！無論你係邊度人，只要喺廣州工作生活呢，都建議你去春節前啊去行下花街。嗱，而且呢，一定要係揸住風車喺花街嗰度行一轉啊！因為行完之後呢，新嘅一年啊，就好似周星馳話齋，你會行運一條龍。跟住呢，就係飲早茶。嗱，廣州係美食之都啦，好似腸粉啊、艇仔粥啊、叉燒包啊、燒賣、蝦餃啊，冚唪唥喺晒早茶入邊噶。而且早茶仲有好多文化噶，譬如話呢，你飲茶之前一定要啷下碗。嗱，啷碗呢個禮儀呢，係從南越王2000年前傳到而家。嗱，跟住呢，如果係人哋幫你斟茶嘅話呢，斟完之後啊，你要攞隻手指喺台面嗰度點一點，呢個叫叩首禮，係當時乾隆皇帝下江南，佢幫紀曉嵐去斟茶，紀曉嵐要跪喎，乾隆話唔使啦，你攞兩隻手指好似兩隻腳咁喺度點一點，就表示跪咗就得噶啦。嗱，呢個禮儀而家嶺南都係保留咗。嗱，跟住呢，就係聽粵曲。可能有啲後生仔女話：哇，聽粵曲好似係長輩先聽嘅喎，我哋後生仔女唔聽嘅喎。話你知咁啊錯啦，因為舊年全世界最紅嘅一首中文嘅網絡神曲叫做《大展宏圖》啊嘛。開頭嘅第一句呢，就係粵劇電影《帝女花》嘅插曲啊，係咁唱嘅：無煙暗遮世外天。嗱，如果你未聽過粵曲，你都唔知佢唱乜嘢。